来消息来看，即前风台扫过哦，即马花莲的海边啊，阁有真侪水流茶，逐工哦拢有民众去捡，问题嘛是袂少。有人哦驶车撩客要去载茶头，结果掉车；，阁有人哦亲像去放火，所以即马相关单位嘛加强巡逻。这是吉安乡的花莲报花，16日下晡3点39，消防局接到报案，讲海堡顶面的大水茶当咧烧，因为东北季风可能会予水搁较旺，消防局随派人去拍火，就惊火势未收煞。下面的挖开，下面的挖开，这边不要挖，去挖下面的，下面会有燃烧可能。除了花莲爆发，10时暗时伫新城爆发，也有大水茶烧起来。消防局观察这几天，因为天气寒，就有民众伫现场咧起火，也有人黑白等焚烧地书着火的点，呼吁捡大水茶的民众爱注意。花莲县消防局在此呼吁民众捡拾漂流木的时候呢，切勿引火来去做取暖。吸烟的同时请勿将烟蒂乱丢造成引火的火点可能。另外，有民众为着捡大水茶，开4辆的车撩客要到沙洲顶面去，结果拄到水涨起来。伫美仑溪出海口告状，车主的行为已经违法，只好家己找怪手来拖。报废了，下去溯溪吗？还是去？你要问那么多了，那是该还。走错路了。河川范围内还是有受水利法的管制。那如果在未经许可行驶在指定通路外，会违反水利法第78条，那最高可裁罚5万元。捡大水茶虽然已经伫花莲正做是全面的运动，不过一大堆乱象也互相关的单位真忝，包含警方、消防局、各有海岸的巡官兵拢爱派人伫遐巡逻，呼吁民众伫咧捡大水茶的时阵会当守法，避免造成公共安全甲家己的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